馬太福音第9章第1至38節。一耶穌上了船，渡過海，來到自己的城裏。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個攤子，到耶穌跟前來。耶穌見他們的信心，就對攤子說：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三有幾個文士心裏說：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。四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，就說：你們為什麼心裏懷着惡念呢？五或說：你的罪赦了，或說：你起來行走，哪一樣容易呢？六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，就對攤子說：起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七那人就起來，回家去了。八眾人看見都驚奇，就歸榮耀與神，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。九耶穌從那裏往前走，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，坐在稅關上，就對他說：你跟從我來。他就起來，跟從了耶穌。十耶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，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，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。11法利賽人看見，就對耶穌的門徒說：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飯呢？12耶穌聽見，就說：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13經上說：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。這句話的意思，你們且去揣摩。我來，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14那時，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：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門徒倒不禁食，這是為什麼呢？15耶穌對他們說：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？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，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。16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，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17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，若是這樣，皮袋就裂開，酒漏出來，連皮袋也壞了。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，兩樣就都保存了。18耶穌說這話的時候，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：我女兒剛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19耶穌便起來，跟着他去，門徒也跟了去。20有一個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來到耶穌背後，摸他的衣裳繸子。21因為他心裏說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癒。22耶穌轉過來看見他，就說：女兒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從那時候，女人就痊癒了。23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裏，看見有吹手，又有許多人亂嚷。24就說：退去吧，這閨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們就嗤笑他。25眾人嘅被攆出，耶穌就進去，拉着閨女的手，閨女便起來了。26於是這風聲傳遍了那地方。27耶穌從那裏往前走，有兩個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說：大衛的子孫，可憐我們吧。28耶穌進了房子，瞎子就來到他跟前。耶穌說：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？他們說：主啊，我們信。29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，說：照着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吧。30他們的眼睛就開了。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說：你們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31他們出去，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。32他們出去的時候，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巴帶到耶穌跟前來。33鬼被趕出去，啞巴就說出話來。眾人都稀奇說：在以色列中，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。34法利賽人卻說：他是靠着鬼王趕鬼。35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36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37於是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。38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，打發工人出去，收他的莊稼。